中國現代漫畫先驅豐子愷，由江志強聲演。中國自民國以嚟湧現無數人民藝術家，豐子愷就係其中之一。佢既係一位藝術家，又係文學家同音樂教育家，但佢最為人熟知嘅一定係佢嗰啲富有人情味嘅漫畫同插畫。究竟豐子愷係點樣踏上漫畫家之路？今日我哋請到豐子愷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好多謝大家喜愛我創作嘅漫畫。我係喺江南一個好重視教育嘅家庭出世，細個就成日受到父母同埋屋企嘅長輩影響，從小就接受傳統嘅教育，同時都有接觸到基本西式嘅課程。我細個就中意睇書，成日拎支筆去畫下生活入邊嘅人同事。後來去咗上海學習西洋繪畫同埋音樂，呢段經歷為我日後融合中西藝術打下咗一個穩定嘅基礎。有咗呢個基礎之後，你點樣走上咗漫畫家呢條路呢？咁就要多謝弘一法師李叔同同埋夏蓋尊兩位恩師。李叔同老師為我打下咗堅實嘅西洋畫基礎同埋音樂嘅知識，而夏蓋尊老師就指引我喺文藝寫作嘅要點同埋方向，令我學識喺文字上表達細膩嘅情感。除此之外，兩位恩師仲教授我日文，令我可以喺1921年順利去到日本嘅東京留學，逐步踏上漫畫家之路。眾所周知，日本係漫畫大國，留學期間你又有乜嘢啟發同得着呢？講起嚟就慚愧，其實我原先留學日本係打算學西洋畫，不過機緣巧合之下，我喺東京嘅舊書攤上邊睇到竹久夢二先生嘅著作《春之卷》，嗰本小冊子以簡練嘅筆觸、含蓄嘅情感描繪日常嘅景物，令我睇到入晒神。後來我仲託朋友幫我搜羅夏、秋、冬各卷，以及驚人形同埋夢二畫首本添，開始將夢二嘅簡潔美學同埋我所學嘅中西繪畫技巧結合，最後開創出將古詩同畫融合，慢慢就變成咗自己嘅風格啦。回國之後係咪即刻開始你嘅漫畫生涯呢？咁又唔係喎，回國之後我先係從事教學同埋翻譯嘅工作。喺1924年嘅一本期刊首次發表《人散後一勾新月天如水》嘅詩意小畫，引起咗文學家鄭振鐸嘅注意。之後喺《文學週報》連載《燕歸人未歸》等漫畫，鄭振鐸幫我起咗個欄目名叫做子愷漫畫，並且將部分嘅作品嘅結集出版，開始叫做有啲名氣。咁點解後來你嘅漫畫創作會集中喺宗教倫理方面呢？因為當時我已經師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，開始繪畫護生畫集，內容分為戒殺、護生、善行三個主題，藉着日常生活事勸誡大家要有愛護萬物嘅心，提倡眾生平等呢啲普世價值。除咗護生畫集之外，我亦經常以身邊嘅小人物同故事作為題材，創作出家庭樂、勤儉持家、無條件勞動等作品，希望讀者可以從生活嘅瑣碎事到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以及人生哲理都一一領悟得到。作為中國現代漫畫先驅，豐子愷一生創作嘅漫畫之所以咁受大家歡迎，全因為佢一直深信藝術源於生活，畫作要貼近大眾，等到每個人都可以喺閱讀中睇到自己，並從小細節中悟出人生道理。佢嘅作品唔止喺藝術上獨樹一格，亦都深刻影響咗後世對漫畫同插畫嘅睇法，對中國現代藝術發展產生深遠嘅影響。